台西的海口故事厝，邀请到利用鉛笔芯来创作的雕刻家李建德来展览。其中上界特别的作品是一个用768个拳来串联的链仔，这个作品得到金氏世界纪录。 是什么款的艺术品需要用焊件来欣赏？原来这拢是雕刻伫鉛笔芯的作品。李建德用笔芯雕刻已经超过10档啊！这摆展览，伊嘛将马祖电影人物出名的建筑等等提出来展出，其中这条链啊，阁得到金氏世界纪录。那我雕刻了 A 到 G 26个英文字母在自动铅笔芯上面。这个作品当时已经有超越 金氏纪录，英国的金氏纪录这边他们没有提供这个认证，然后他就建议我刻那个链条，那我后来才做的这个168个环。李建德是西里地区大汉的囡仔，因为真爱家己的故乡嘛，讲会使创作出有意义、佮特别的艺术品，所以讲伊雕刻出西里大桥，希望讲透过这项作品，和大家来了解云林这片土地。从小到大有一些 成长的回忆是在西螺大桥这边，我想刻西螺大桥看看。对，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讲比较有代表性，也比较有意义的作品。这摆展览到9月29，欢迎咱乡亲若有闲，会当到大西乡海口故事厝做欣赏这真厉害佮特别的艺术品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